今日就會講下呢個倫敦地鐵罷工頻頻，究竟反映咗英國乜嘢嘅政治文化呢？大家有冇去過倫敦嘅旅行呢？坐地鐵嘅時候坐到一半就突然之間發現，原來罷工，咁呢，你就要揾第二啲 rail 去搭啦，又或者呢係直情都冇得搭啦，自己要 call Uber 啦，或者係搭巴士啦，或者呢好多英國生活嘅朋友一聽到RMT 又要罷工，已經反晒白眼噶啦，覺得又嚟啊！冇錯啊，倫敦地鐵罷工基本上已經成為咗英國城市生活嘅一部分啦。一年幾次，講做就做，癱瘓晒成個城市，搞到啲上班族、遊客、學生都叫苦連天。但係如果我哋唔係淨係睇表面嘅話，唔單止話又阻住我哋返工啊！你會發現呢啲罷工其實反映緊英國一種好獨特嘅文化。點解英國人罷工罷得咁理直氣壯呢？點解政府成日都搞唔掂呢？點解社會有時反對罷工，有時又會支持嘅呢？今日就想同你講一下倫敦地鐵罷工嘅背後究竟係講緊啲咩嘅制度呢？咩嘅價值觀呢？甚至係咩嘅歷史呢？好啦，咁講翻基本嘢先。倫敦地鐵 Underground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繁忙嘅地鐵系統嚟噶啦，每日呢就有幾百萬人上下班、翻學去玩，可以話呢，冇咗佢，倫敦基本上就半癱瘓噶啦。但係偏偏呢，咁重要嘅交通命脈呢，就成日發生罷工噶喎，咁啊搞啲咩呢？咁工人點解要罷工？最常見嘅理由呢，就係經常講噶啦，人工太低，追唔上通脹。工時安排唔合理，越嚟越長，社會嘅退休保障被削，福利縮水，自動化趨勢擔心被取代。人工太低，追唔上通脹呢，呢個呢同加稅都有關啦。係啊，啲稅係咁加嘅話，就自然佢就覺得個人工係唔夠噶啦，跟住呢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嘅循環啦。咁工會呢就經常講話，我哋唔係貪心噶，只係想爭取翻應有嘅保障啫。但係交通部同埋市政府咧，就經常就反駁我哋預算有限，財赤嚴重，已經盡力啦。其實就係一種bargaining 角力啦。咁啊，邊個嘅帶頭罷工嘅咧？係呢個主角仔都要講啦。就英國一個好有歷史嘅工會叫 RMT。咁咧，佢哋代表咗地鐵、火車、巴士呢啲運輸業嘅工人。一講罷工咧，佢哋永遠都係一個帶頭人嚟噶。RMT 嘅領袖咧就叫做 Mike 啊。近年咧都變咗一個媒體嘅常客嚟噶啦，就發言咧成日串爆政府，態度強硬，好多人都覺得佢講嘢咧好有條理，亦都好有 guts。咁簡單啲嚟講咧，罷工點樣影響晒社會咧？3個字，亂晒龍，係啦。咁咧地鐵又唔開啦，巴士又罷換啦，上班送細路仔翻學嘅咧，送貨咧全部都 delay 啦，醫院、學校、餐廳通通都受到影響噶啦，咁對遊客嚟講呢，仲以為英國有交通有災難添。咁但係最吊詭嘅係呢，最麻煩嘅係呢，有部分嘅市民反而會同情工人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唔罷工就唔會有人理你嘅訴求啦。所以地鐵罷工唔單止係一個交通新聞，亦都係一個勞資之間嘅政治角力嚟嘅。而家政府要慳錢，工人要生存，工會就變咗前線嘅戰士，日日喺街頭度拉腳。睇到呢一度呢，好多人呢就會開始喺度諗，咁罷工啱啊定唔啱啊？咁呢啲嘅角度呢，今日喺呢條片呢就未必會探討嘅，因為重點呢就講下呢罷工嘅背後究竟係制度咩問題，有咩嘅價值觀，同埋有啲咩歷史嘅。咁今日呢就唔會着重去探討呢罷工是否對與錯的呢啲咁嘅傳統嘅一個會考嘅問題答案，係咪就唔會講噶啦？講到罷工呢，成日都會有人問，點解英國人咁中意罷工嘅呢？一言不合就罷工，係咪好誇張呢？但係如果你望一望英國工會嘅文化歷史背景，你就會發現佢哋咁做唔係任性，而係好有好長嘅歷史，有文化、有制度、有歷史、有根據。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有組織及夠預謀啊！英國係全世界最早發展工會制度嘅地方，工會喺英國起家，亦都係爭翻嚟嘅權利嚟嘅。早喺19世紀咧，工人嘅階級就開始組織起嚟，
對抗呢個資本家嘅壓制。當時咧每日做12、14個鐘都冇保障嘅，亦都冇假期嘅。工人咧就係靠自己嘅團結先有生存嘅空間。所以工會咧唔單止係出聲咁簡單嘅，簡單之講咧就係咧係幫你生存、爭尊嚴同埋爭公義嘅象徵。咁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1970年嘅年代咧有罷工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當時咧有全英國有好多個行業一齊罷工嘅，垃圾唔收啦，火車唔行啦，醫護停工啦，搞到成個國家癱瘓嘅，結果就搞到民怨四起。當年政府落台咧就直接造就咗戴卓爾夫人上台，而佢上咗台之後咧就對工會大刀闊斧，出晒名打壓工人嘅權利啊，例如禁止非法罷工、限制工會籌集資金等等。所以你會見到咧，工會唔單止係社會嘅角色，仲係一個政治最大嘅 pillar 嚟嘅。咁今日嘅工會仲有幾大嘅力度呢？雖然咧經歷咗戴卓爾咧年代嘅打壓，今日嘅工會咧係冇以前咁誇張嘅，但係咧部分嘅行業啊，特別係交通、醫療、教育、工會仍然好有影響力嘅。咁不過當然啦，醫療嘅影響力應該係最細噶啦，因為咧佢唔係話罷工就可以罷工嘅，醫療罷工係好大鑊嘅，所以咧罷工都係好有限罷工嘅啫。而且每一次醫療罷完工之後咧，嗰個加幅咧都唔係話好滿意嘅咋，係啊，都唔係話加好多嘅啫。所以喺呢一度嚟講咧，醫療咧係最弱嗰個噶啦，我自己覺得。教育就好似冇乜聽過會罷嘅。咁啊，交通唔使講啦，經常噶啦，最大聲噶啦，交通一定係。咁啊，罷工就牽一發動全身啦，逼政府講嘢啦，回應啦。啲人會話政府唔會聽你 email 噶，罷工先會有反應嘅。咁呢個都好 make sense 啦，個個都諗住 cut cost 噶啦，係啦。咁所以咧，罷工唔係突發事件嚟嘅，係一種制度嘅傳統嚟嘅。喺香港可能大家對罷工咧就比較敏感，但係英國人嘅眼中咧，罷工係合法、合理同埋集體談判嘅一部分嚟嘅。如果你有訴求，就用團結嘅行動去爭取，呢種嘅工會文化咧就係英國政治嘅生活一部分啦。咁倫敦嘅罷工反映咗啲咩政治嘅文化呢？講到呢度，你可能就會問：倫敦地鐵成日罷工，究竟反映咗啲咩政治文化？好老實講，罷工本身咧就唔係嗰個人工嘅問題咁簡單嘅，背後咧其實咧折射咗幾個英國社會同埋政治文化嘅特色嘅。第一個，英國人有強烈嘅勞工意識。喺英國咧，打工仔就唔係淨係打工仔嘅，佢哋有意識、有組織、有聲音。地鐵工人一唔滿意嘅話咧，就即刻開記者會、寫公開信、上街抗議，仲成日出現新聞節目入邊咧同記者駁嘴添。咁呢啲行為喺香港人嚟講應該會覺得有啲誇張，但係咧喺英國嘅社會係接受罷工噶，亦都作為一個正常嘅民主生活嘅一部分。講白啲嚟講咧，罷工唔係失控，係制度容許嘅手段嚟嘅。第二個咧就係工會經常對抗政府，係一種制度性嘅對抗嘅。你會見到每一次罷工咧，工會通常都話我哋係保護工人嘅權益嘅。政府就話我哋係為納稅人着想嘅，要控制呢個公共開支。兩邊都唔錯得晒啦，但係長年咁樣打對台咧，就變成咗英國政治生態嘅其中一種制衡嘅機制啦。有時好似好煩，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咧，都係制度運作嘅一部分，權力分散，互相制衡。同埋私營嘅價值觀咧，都係有拉扯嘅。倫敦地鐵咧就屬於公共嘅 public transport 啦，政府係有責任去維持服務嘅。但係如果你有控制預算，又唔想加稅，最主要咧就梗係要削開支減福利，咁工會梗係唔收貨啦，因為佢哋覺得，喂，你慳啊慳喺我錢身上，你自己諗掂佢啦。咁即係各有各家嘅道理啦。於是你會見到成個社會咧就喺度拗，咁公共資源係咪應該交俾市場決定呢？工會嘅權益重要啲啊，定係社會嘅穩定服務重要啲呢？咁呢啲都係一般嘅，又係考試嘅題目嚟噶啦。咁社會嘅接受度同埋不滿程度嘅平衡啦，最矛盾嘅就係咧，英國人一方面就好唔滿意罷工帶嚟嘅混亂，咁但係咧又會覺得啲工人應該有權爭取喎。咁係啊，兩邊都啱嘅其實。
咁翻唔到工啊，有啲人就話好自私啦吓，咁有啲人就話你唔罷工，咁邊人理你啊？所以其實呢啲就都冇乜需要拗嘅，國家有國家嘅道理。咁呢啲狀況呢，其實就反映咗英國社會嘅種高度政治化、重視公民權益嘅文化啦。總括嚟講，倫敦罷工就唔係鬧劇，係一種制度之下嘅國力嚟嘅。咁喺勞工嘅權益同埋公共服務之間去拉扯啦，其實喺民主嘅社會同埋社會效率去取捨嘅，亦都係英國政治文化一種好貼地嘅體現啦。咁啊，同其他國家咧去到比咧，其實英國嘅罷工文化咧就幾獨特嘅。例如咧，同法國嚟比嘅話咧，就罷工咧，法國咧就係呢個國家級嘅，就比英國更加之嚴重嘅，就係成日癱瘓整個城市嘅。咁啊，如果英國咧係罷工頻繁嘅話咧，法國就係進階版嚟嘅。咁政府一有啲咩改革咧，關於退休金啊、工時啊、醫療保障咧，就全國嘅罷工即刻出嚟嘅。咁而且咧有超大型級數啦，火車、機場、垃圾站一齊停嘅。但係有趣嘅係咧，法國人對罷工嘅容忍度咧係比英國更加之高嘅，甚至覺得係咧要對抗政府嘅專橫嘅方法嚟嘅。咁反映咗法國係有好深嘅公民運動嘅精神噶。喺美國咧罷工咧就要睇州份嘅，部分就有好嚴苛啦。咁要睇你邊個州嘅，有啲州就對工會好友善嘅，例如加州、紐約州啦。但係有啲州咧就有所謂嘅 right to work 嘅地區嘅，就會限制咗工會嘅影響力。咁啊罷工咧就難上加難噶啦。就算係咁都好咧，美國近年咧都有新一波嘅罷工潮嘅，例如荷里活嘅編劇罷工啦、Amazon 嘅工會罷工啦，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全球對勞工嘅議題嘅關注度咧就越嚟越高嘅。不過咧就好似 Amazon 公司呢啲工人嘅罷工咁樣咧，佢哋係會有 Amazon 會有另外一種處理嘅方法嘅。咁有一啲嘅新聞啦就講過啦，我印象記得係加拿大嘅。咁就其中一個州咧，咁就罷工，係 Amazon 啲倉員罷工。咁最後 Amazon 決定係點咧？就成個州嘅生意我都唔做，撤出嗰個州，即係連間公司都執咗佢喺嗰個州啊，喺嗰個州嗰個位嗰啲倉啊、剩啊，全部執晒佢，即係撈都唔使撈啦，唔使罷啦，而家係啦，即係佢哋係會勞資嘅糾紛咧，係會咁樣去到處理嘅，即係嗰個資方就。都怕咗你哋啦，係啦，咁啊大家唔好玩啦，係啊，即係所以有時罷工罷得犀利咧，就會連份工都冇得到嘅，咁你冇得投訴啊，因為人哋連間公司都執咗，可以真係講得係知噶啦，咁啊所以你見到咧，咁啊英國係處於一種幾奇妙嘅關係嘅，咁咧又唔會似得法國咁火爆，但係亦都會好有力嘅，又會有好多嘅人民都支持嘅，咁英國嘅政治文化咧就係制度、歷史、民意之間去到揾咗個平衡啦。咁啊，其實咧講到最後咧，總結嚟講咧，英國嘅倫敦罷工咧就唔係一種交通新聞，係一種政治文化嘅一個鏡子啊，嚟到照翻出嚟，話俾大家聽，佢係一種咁嘅文化。就係工會就唔單止係講人工、講工時啦，佢仲喺個制度上面咧合法去到抗爭，影響政策嘅一般嘅力量嚟嘅。而市民對於罷工嘅接受程度咧，亦都反映咗呢個社會對言論自由、集體行動、勞工權益嘅重視嘅。咁呢啲文化同埋制度咧，係會帶來混亂，亦都係唔方便嘅。但係亦都會代表咗有民主、自由、集體行動、勞工權益呢啲嘅等等嘅。咁咧就兩方面去到拗啦，有空間傾啦，有制度去到博弈啦。咁啊，所以咧呢個係一個長期嘅。唔好用戰爭呢個字啦，用長期嘅一個現象嚟嘅，係啦，就唔好諗住有完嘅一日啦。咁咧，所以咧都唔可以話係浪漫罷工嘅，因為咧都罷工係真係會影響到市民嘅生活嘅，特別係火車係去到好遠嘅地方噶。如果冇火車嘅話咧，就基本上嚟講咧就好難去到好遠嘅地方噶。咁你話揸車得唔得？揸車咧係唔會夠火車咁快嘅，咁所以嚟講就會。比較麻煩啲啦，咁同埋都唔係人人識揸車噶嘛，咁所以就會影響咗好多嘢，特別係倫敦嘅 tube 啦吓，咁啊，佢哋係靠個 tube 去翻工啊，咁啊好多時都係因為冇 tube 就加到地面西塞咯，係啊，咁所以咧長遠嚟講嘅話咧，點樣保障工人同埋維持公共服務咧，都係政府最難嘅問題嚟噶啦，即係。又要傾，又唔可以俾佢亂，係好鬼麻煩，
真係要 balance 下啦，但係又唔可以搞得咁極端嘅，係啊，真係哇直情禁埋你咁樣就呢個就唔係佢哋嘅文化體現嚟嘅。其實英國就對呢個勞工咧就好保障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咧，即係好似香港咁上司叫下屬入房照肺咧就好普通。呢度咧上司叫下屬入房照肺咧，個下屬如果你去參加工會嘅話咧，係可以喺工會嗰度揾個人陪你一齊入去照肺嘅。咁究竟係你照個老細肺啊，定係個老細照你肺咧？咁呢樣嘢就好得意嘅，係啊，咁所以就喺英國就好注重勞工嘅權益嘅，係啊，咁係勞工係比較上大晒啲嘅，都可以講得係，咁越高級就越冇乜着數嘅，喺英國係，咁你高級權力大啦，係，但係嗰個權力係咪可以用普通好隨心咁樣用喺一個員工嘅身上咧，就比較難啲，因為英國人都好熟。點樣玩個遊戲規則？你搞我就揾工會搞翻你，係啦。呢度有唔同嘅工會嘅，咁所以就係一個好有佢工人好有保障嘅文化啦嚇。咁總結嗰一句啦，係啊，倫敦地鐵就真係唔係一個交通嘅問題啦，罷工。咁係一個制度同埋政治嘅表現啦，反映咗社會嘅價值觀嚇、民主嘅實踐同埋經濟分配嘅情況出現啦。好啦，今日就簡單啲講一下呢個英國嘅罷工文化俾大家聽下嘅。咁大家有啲咩討論留言就可以喺下面個 comment box 度留下言啦。咁記得去到訂閱同埋讚好我呢條嘅影片啊，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呢個係最緊要嘅。你哋嘅支持就係對我繼續嘅鼓勵嚟㗎啦。好，咁今日就講到咁多，拜拜。